處，那应该的。真的，我有时候不得不夸你，你真的太神速了，员工都给马齐了。加油 ，baby， 其实这位大厨你也认识啊？我也认识，谁呀？俱乐部是有原则的，我为什么要创建第2条隔离式交往？就是为了给我自己留个足够的私人空间。是，人家说了不会影响隔离的，还要怎么隔呀？都隔到1马上了，怎么离？baby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生气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就干脆让他离开马场好了，不要他好了。baby。我也没想到你会这麼生氣，對不起啊，那就讓他走，就讓我天天在廚房裡邊被煙燻死好了，被那些火給烤死好了。baby， 我本來想我到這個會所來工作，我們倆就像上大學一樣，能天天在一起。沒想到會惹你這麼生氣。對不起啊。行了，你別哭了。你要實在那麼需要他留下來，那就把他留下來吧。這麼說你答應了是不是？那我得趕緊回餐廳去布置了。啊，對了，你給可風打電話，晚上一起來試新菜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這他媽翻臉比翻書還快！最近也不知道怎麼了，老是沒精打采的，帶他出去溜達吧。走兩步他就不想走了，你說他到底怎麼回事啊？這毛色是有些發暗，飲食情況正常嗎？吃飯倒是挺正常的，而且吃的也不少。他就是老晃來晃去的，不會是缺鈣吧？哦，閃閃今年已經12歲了。這要按照人的年齡來算呢，他已經步入中年，到了這個年紀，鈣流失的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。所以我決定在他的飼料裡頭放一些鈣添加劑。閃閃他最近吧，這大便也不好，總是拉稀。那可能是跟他的飼料有關係。沒事。等我回去以後，再做一個檢測。閃閃，來，閃閃，給你做你愛吃的餅乾。這位是？我給你介紹一下啊，他叫博士，是我們馬場的獸醫。這位是？我是那個孫明亮，然後呢是閃閃的男朋友。那個什麼，冬眠找來的。在會所裡面當大廚呢。好，閃閃來吃塊餅乾。好吃嗎？嗯。好吃就好，以後天天給你烤。來來，再吃一塊，再吃。我可不想變成一個胖子。
博士，你尝一口，怎么样？味道还真不错。不是闪闪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咱俩毕竟已经开始正式走婚了，你和別人這樣曖昧，有點不合適。不，帥哥，你可千萬別誤會啊！就是那個，我們兩個關係呢，就是朋友關係，而且呢，在我的眼中呢，他呀就是個男的啊，不是那個也可以這麼說，就是在他的眼中呢，我就是一女的。我其實這麼說也不對，反正呢，就是你就別誤會啊，我們兩個是純哥們兒。對，純哥們兒，純哥們兒，纯哥們兒，这边来，那行，那個什麼，你們兩個先聊啊，我先走了。她是女的。这个垫子就放这儿，两个一边一个啊。那个沙发也再稍微的挪一下，小心把这个帘子给我拉到这儿来，哎，好嘞，好不好？啊。呵，还不行啊？那必须得行啊！怎么样？这边就是我们用餐区，以后你们两个来啊，那就是 VIP 中的 VIP， 通通9折，才9折！哎呦，我这不是刚回国嘛，我所有钱都放这兒了。哎，等到以后我賺大錢的時候，再給你們來一個極品 VIP， 好不好？哎，可芳，我們倆可都在這兒，要不你也工作吧，跟我們一起。不行，我還得伺候我們家大偉呢。伺候什麼大偉啊？我們姐妹3個人好不容易聚一塊兒，趕緊來。好吧，那我要是有空，我就過來給你打下手。掙了錢給我分紅啊！那必須的。奶油白玉湯，這份呢是特別為你做的，裡邊加了你愛吃的胡椒粉。謝謝。帥大廚，閃閃的新走婚對象。我怎麼不知道？那天你喝大了。你速度太快了。感覺怎麼樣啊？不怎麼樣。見人就是矯情。紅酒燒鵝胸，是菲力牛排、炭烤雪花豬排、清白肉。閃閃啊，以後不要去吃那些洋快餐，什麼都是垃圾食品，還不如咱中國的這些大餅油條呢。以後你想吃什麼呀，我給你做，好吧？閃閃哥，要不你也坐下來一起吃吧，也沒什麼晚上。你說總這麼忙活着，閃閃也該心疼了。這樣，還有一個甜點，我上來馬上就來啊。好，謝謝啊。